前丧子没得，但是争议已久，不再多言。曾令去过王陵爬将第4年来，遵旨。乘风得意恩前仇，梅花吐水一点红。天降之位，即生儿册封朝阳，张真公。谢主隆恩，两位爱妃平身。哎呦，娘娘，哎呦，你怎么了？啥事腹痛难忍呐？娘娘，现在就要婚宴了，还等亲父亲拜驾岳成父。拜驾岳成父。去召唤那李娘。好啊，自己做事应娘娘，那
难有成功，啥子生下了太子，只怕怎么样？只怕对娘娘不利呀！不会，奴才给他，奴才给他，娘娘奴才一片忠心，都是为娘娘着想啊，娘娘。你起来去。是。娘娘，有道是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造谣。娘娘的奴婢恩宠四散，才有用武之处，赴汤蹈夫，万死不辞。与何良策？那姚妃啥是生下了太子，就拉死他，自杀是个死体。不同，十倍差距是何得了？哎呀，这个。哦，原来是外邦进宫来的金丝礼貌。原来是这个畜生。娘娘，有了！什么有了？奴婢想出了一个调包子计。调包子计？是啊，娘，天子我报，金丝猫，不去皮，死人必人相过腰。鸟飞杀生小孽种，就将这不必礼貌去调包。人人把你总得抛弃，那鸟飞穿龙衣，一命难保。孤身妙计，可是叫何人去调包呢？娘娘，可以叫聪明伶俐的口子去调包啊！娘娘，夜深风大，快请为公安歇吧。寇姑娘自寒自暖，对娘娘体贴着你，真是一位好姑娘啊！是呀，哀家有福的要等爱他了。哎呀，娘娘素来恩待奴婢，是蒙娘娘理所当然。此次我要你往东，我虽往东，命你往西，我虽往西，叫你参杂，不要你同意。我虽缠着不同，不理左右是蒙娘娘。好，有下去有一件大事要命你去办。奴婢愿望，你请前来。逢夜有事来哄的，吓得客子这姑娘
娘娘，难得你一片忠心，哀家绝不亏待于你。此事早起行事，定要一举成功。是。去恭贺万岁驾到。是。剩下的是男是女是情郎。小魁子随碰上从前记。要他娘是婴儿，不难医。着急而已，快去，快去呀！万岁驾到！快去哎呀，爱妃，你怎么了？吓死我了！李爱妃生下了吧？生下了，是龙是我？可惜非龙非凤，那是什么啊？谁知道嘞？相思万岁，诺呀！
将这前生当成人过。万岁！龙体要紧，前生死后作孽，你何苦要报他呢？万岁！曾经有方才明白，二婢是为他言他的的娘娘啊！哎，二婢听奉。万岁！愿陛下万岁万岁万岁！恳请皇儿娘娘千岁！恳请皇儿娘娘千岁！
此来。原来是陈公公，奴婢这厢有礼了。寇公臣，你一人在此作甚？我是来这里玩耍的。寇子切莫推问，免受娘娘责打。哎，去吧。哎呀，是啊，圣人都说陈公公是个忠为圣旨之人，今朝我不求救于他。公公请转，公公请转。哦，是公公，你不肯说，那我走了。公公，哎呀，公公，救命啊！救后人之命。公公啊，可怜李娘娘生下一只犯灶眼，事情太子命在旦夕。此话怎讲？只因李娘娘真不真顾于国王是下道计，用礼貌问出太子。太子先来跑着这，如何自太子在哪里？太子在哪里？太子在哪里？太子在哪里呀？公公，请快。寇子，想刘妃先立正宫，全要当朝，国王凶残多年，耳目众多，啥子也是见不到万岁。这小太子他命我三条性命，岂非一起顿诉？这个，哎呀，公公啊，寇子誓不作声，总要救救太子才好。寇子，想你进宫不久，礼也不知，咱家
潘家多年，看见这深宫才恶，满朝文武神神侍卫，你我那小小内侍是何管的？实在是非我不可，怕把送死啊！是此事嘞，你是不想娶太子了？我。真理，帝王为堂堂内侍，身内有得要不停，先怕为怕苦，这怕因何少自身。太子如故，早不言你见死不救。有责
破，不是将太子放在公公盒中，做何命不通风怕要门外太子？我事与恩来，公公快将孤品倒了。孤品不用倒了，盒中自有机关。是此人好，公公快召集而迎。叫口子派把兵刃放在孤品双盒中，我曾令侧身这事，要将太子举成功，举成功。我只将太子送往何处？送往门前恭请八阎王无恙，只有太子长大，可为李爷娘娘报仇。好主意！哎呀，公公，他要是要睡在这张人呢？口子，你看，咱家大爷万岁与阎王封府神论开。好啊，此次公公请。前面有人。哦，原来是国娃公公。请问刚才是你一人在此？一人在此，可曾见到口子？必见口子。你手同帐盒，意义何妨？奉旨前往暖清宫与八阎王作证。何种何法？实现孤品。慢！莫下朝阳宫自报设妾，请你当开帐盒，困困可有嘎带？不可也怕。与王后一子，万岁爷王父。慢！进宫娘娘，方可成功。王命在身，少陪了。你真宫娘娘驾陈公公，你哪里去？奉旨去为八阎王作证。一路之上可曾见到口子？必见口子。何种何法？实现孤品，可有疙瘩？平无疙瘩。你且去吧。是。娘娘，现在奴婢专职查困帐盒，他竟不肯开盒，根本不把你真宫娘娘放在眼里。再宣成礼。是。娘娘有旨，曾令二次见驾。曾令二次见驾，娘娘千岁。你一路之上可曾见到口子？必见口子。何种何法？实现孤品，可有疙瘩？平无疙瘩。当真？当真。鼓着，鼓着，去吧。娘娘，看他匆匆而去，莫非其中有诈？再宣成礼。是。待娘娘有旨，曾令三次见驾。曾令
曾令三次进家，娘娘千岁，千岁。臣立。王妃，既与玉王妃和宋军是贵重之分，哀家倒要见色。娘娘，奴婢已经为王，庄儿里不过是一些丝血孤品。什么孤品？莫非是梨子？梨子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不是梨子，不是梨子。哼，哪里行得？国王当开庄儿，宽顾明白。是娘娘，尚有玉璧王妃没有圣旨，只怕难以开根。你敢用圣旨养我？奴婢不管，那就急去王妃当开庄儿。是。娘娘不可啊！一去哀家担抬，一起用娘娘担抬，夸奖王府。是。开河慢，王府一开，我当开你们看。慢，这蟠桃下面可有疙
娘娘高见。娘娘。娘娘，你在这里呀？奴婢得来佛旨，事情可曾办妥？已经办妥，将那礼。礼什么？将娘娘不喜欢吃的梨子倒了啦。倒在哪里？御药之中。当真？当真。与何为证？恐吓为证。哀家是欲从上。谢娘娘。娘娘，娘娘，那王凤之事非同小可啊！真理，娘娘，既无家得，也却算了。这王凤之事，哀家是为兵民反罪。是。娘娘，昨夜夜夜离散，快请为公安息吧。保家为公，保家为公。娘娘最孩子好险呐！孩子，快随我出宫去吧。这元宵佳节，娘娘到御花园看花灯去了。想当
兄啊，为何长叹呐？玉帝呀，他年他曾大母爷胎儿生，真却是空爹浪子一换身，家邦萨母真隆重，他送江山花会成。兄啊，你要报仇龙体，全王兄我要太悲伤，必有一份罪当尽，曾一顾三儿郎。儿少年甚聪明，体有心。你我守着精神，我望进我江郎。体有心，不计西夏曾几年，未知王兄可曾曹家不若严嵩人，快传天下人间来，有请王后娘娘，玉帝请。玉帝，这12年来，怎为何从未听你说起有个3殿下呀？这啊，哦，兄王忙于哪里顾得上小弟的家事哦？国王，阿儿啦，快去拜见万岁！啊，还任朝真叩见万岁，王子病身，快起来！谢万岁。来，眉清目秀，一表堂堂，3殿下生得怎样寡人呐？父王想吗？冬日先王一马，世人相向，亲生儿子怎为不祥？玉帝真有心把王者继承过来，好，有空留意他。兄王计算众议，就该当即立断。对，王者听风，万岁，朕封你为宋教太子。多谢父王万岁，万岁！快起来呀！
你来得正好，今有余力你3年下正义封为宋旧太子了。范岁，此事非同小可，你怎么？你要体谅朕的苦衷啊！皇上，大宋不能无为，望以国事为重。是啊，事关宋10几年，你就丞相自吧。王儿，快去拜见母儿千岁。啊！汉人拜见母儿千岁。禀圣。见到你，心中心底里欢喜。从今以后，哀家对你要比亲生儿子还要亲密。多谢母儿啊，王儿，母儿一语从千金，恩情是海深，真胜过你那亲生母亲了啊！哎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臣命令本令太子策划与公去吧。怎知父王母儿还人去了，去吧，去吧，殿下，殿下，殿下。娘娘，哈哈哈哈哈哈！玉帝，你来了之后，朕的品好了一大半了。臣弟自家慢，朕要你同饮几杯，长谈一番。